各位朋友大家好。今日係星期六，今晚聯賽好多聯賽。足彩咧就同大家揀兩隊聯賽，一隊就英超，一隊就意甲嘅。英超嗰隊咧就早場曼聯對住熱刺曼聯咧就近排成績真係非常之好啦。而家咧就主場0.75對住熱刺今晚曼聯應該就會擊敗熱刺嘅啦，稍為熱刺就客場弱少少。我今晚鍾意曼聯件波衫。另一場意甲費倫天拿對住拖連奴，費倫天拿要保組嘅。如果係主場對住拖連奴都仲要失分嘅咧，就可能會有降班嘅機會啦。呢場咧就費倫天拿足彩負0.75，我稍微睇好少少費倫天拿今晚能夠擊敗拖連奴。鍾意嘅頻道咧就點讚、關注下、轉發訂閱一下。有靚嘅波衫，精選嘅波衫，如果係需要嘅咧就留言私微，好嘛？今晚就到呢度，祝大家好運，好嘛？拜拜。